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（APEC） 要伫秘鲁来举行，总统是指派行政院的政府院长林胜义代表参加。林胜义过去捌参加过3届，逐届拢拼力要争取予台湾来加入，经验是真丰富。早起要出发进前，赖总统特别来指示，要传达到台湾3大主张，更加要甲台湾人工智慧应用的软实力传送予全世界拢知影。伫总统府徛几排，笑甲真灿烂。因就是这摆，马上要代表台湾到秘鲁参加亚太经合会 APEC 的代表团，将台湾的声音与观点精准传达给 APEC， 透过对话和协商，来带动区域内的经济整合、成长以及发展，表达我们愿意秉持与国际社会成员互助、互惠、互补，来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。作为台湾代表的总统副主席林胜义，背景真不简单。伊是台湾头一个以杰出企业经理人出任政府内阁阁员，捌担任过经济部长、甲行政院副院长兼经建会主委，有3摆参加 APEC 的经验。第2001年度下 WTO 部长会议，更加捌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，面对着中国的压力，成功争取台湾入会。当时，就互邀请立委的赖清德印象真深。另外3位代表团的成员，嘛拢有人工智慧的背景。包括这摆就是 ABAC 上少年成员的林志贤，光达电脑技术长兼副总张家燕，甲宏基董事长陈俊成，嘛拢捌伫医疗领域 AI 的运用，创造出真好成绩。在会议上传达台湾3项重要主张，尤其要让各经济体清楚了解台湾历年来在 AI、数位医疗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与贡献。赖总统指示展现3大主张。台湾 APEC 代表团伫人工智慧运用经验真丰富，嘛希望伫这摆的会议会当让世界搁看到台湾的软实力甲影响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